尚听着，快去禀报，让老和尚出寺相迎。小和尚，几天没吃东西了，饿坏了吧？看大爷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了？啊？来，你尝尝，香着呢。啊！老和尚，你看你的徒弟在吃肉呢。师傅，住手！站住，不要动！大师兄，你们真是不识好人心呐！我看他太饿，喂他块肉吃啊！我是怕他饿死啊！放开我师弟！别着急，着急也没什么用。你看看我带来多少人，带来了多少骏马。我要是挥挥手，你们少林寺马上变成废墟。施主，前次就是你来包围少林寺，这次你又带着你的士兵来闹事，不知道我寺究竟什么地方招惹了你？没错。好，就算有什么地方惹到了你，老衲来向你赔不是。我就是要报上次的仇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你们。我真不知道有什么仇。老和尚，你心里明白有仇没仇。我这回就是要灭了你们少林寺，让你们这些和尚死无葬身之地。请问施主，你来本寺意在何为？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我当然认识，这是我的四弟子慧忍。他是我手下的败将，你想不想要回他？我当然希望我的弟子尽快的返回本寺。我现在可以给你个出路，和尚，跪下来求我啊！你们全少林寺和尚全都放下手中的武器，跪下来求我，也许我就会发个善心。别动！不然的话，我就一刀心杀了他。跪不跪？你们跪不跪？你欺人太甚，有种你拿出真功夫来！好，你有种，我就想听你这句话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少林寺的真功夫。好，我先给你过招。算了吧，方丈，你的这些徒弟都是我手下的败将。这样吧，今天我和你过过招，怎么样？老和尚，来吧。听说你是藏在山中的老虎，潜在水中的蛟龙，我今天倒要见识见识。施主笑话了，老衲一心向佛，日夜念经洗心，何来功夫？你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！说少林寺方丈不会武功，不过是练些健身护身的拳脚而已。说，你倒是想不想救你的弟子？这样吧，你们少林寺和尚一个一个给我上，只要有一个人打败我，我就放了他。如果你们输了，那你们全体就跪下来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先来。大狗子，你当了和尚剃了头，连脑子都剃坏了吗？难道你忘了，我就是杀你全家的孙霸？
来是你！哥哥，快跑！好，那咱们老账新账一块儿算。手下败将，来吧！呀！哎呦！好快！快！老和尚，你的这个弟子果然有点功夫。你看好了，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。要是我孙霸失手灭了他的性命，你可别怪我不够义气。阿弥陀佛。少废话！今天你休想离开少林寺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大狗子，你真是个笨蛋！你想找我报仇，今天不可以，以后更不可以。你今天看着，你的徒弟是怎么死的？嗯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傅，去，把大师兄扶回来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把大师兄扶回来。不，师傅，我要和他拼了！慧远，听话，师傅，听话。方丈，你说怎么办？是你自己上来和我决一雌雄呢，还是就此给我跪下？每次我练到这里，就无法再练下去了。你们真的没有练过？没有。没有。你想好了吗？是战还是跪？胜败都是为了争一口气，而这一口气又都是是非之物，施主又何必如此一争呢？好，那你这个徒弟的性命对你来说也是身外之物了。你是说老衲这一跪能够解除所有的仇恨吗？没错，我就这么认为的。好，如果你能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老衲可以在你面前一跪。跪呀，快跪呀！师傅，师傅，跪呀！快给我跪下！
慧空，慧空，都不要追，让我来。慧空，师兄，我来救你。师兄，快走啊！哎呀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慧空，小和尚，你往哪儿跑？我让你跑，你跑不了了，你往哪儿跑？小和尚，我让你跑。哎，你跑不了了。你跑，我让你跑。小和尚，来呀，来呀！你往哪儿跑？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。往哪儿跑？啊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我怎么在里面？哼，这下你死定了！走，师傅，师傅，慧人，快起来吧，你受苦了。你说你还敢欺负少林寺吗？小兔崽子，把我放了！我放开你干什么？我放开你，你又要干坏事。你输了就要认输。你快命令你的军队退回去，不再找我们少林寺的麻烦。我怎么输了？你是输归我了。哦，施主，花开花谢自有天成，弟子们多有不敬。慧空，给施主把绳子解开。师傅，解开。我不解。慧人，去，给施主把绳子解开。是师傅。哦，施主，如果有什么气的话，就朝老衲身上出。老衲这副肉身，任施主任意惩罚，请不要和徒弟们过不去。多谢施主的宽宏大量，救人一命，鸿福无边。撤！
起来吧，起来师吧。傅，慧公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是这几个师兄要闹我的，师傅，慧空师兄大智大勇，击败贼人，你应该奖赏他才是。不敢讨赏。慧公，你知错吗？错？我犯什么错了？你是不是认为你比那个贼人的功夫更高啊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会反胜呢？啊，那是因为侥幸。如果你不是侥幸的话，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了。那样一来，为师该多难过呀，是不是？记住，侥幸只会有一次，不会永远有侥幸的。师傅，弟子错了。不过我今天还要表扬慧空。慧空，你今天打得很勇敢，打得好。今天你可以提出一个愿望，为师可以满足你。2个行不行？行，你说吧。第一个，师傅能不能教我一个绝招？行，一会儿就教你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，师傅能不能给我调条船？为什么？大师兄的脚太臭了。去，你脚才臭呢！师傅，大事不好了，有一队官兵到咱山门了。这样，把你的师兄们都叫到方丈室来。是，师兄。看来这个老和尚是不敢出来了，干脆进去把他们逼出来。王爷怎么说的？王爷说我们今天要礼请，就是不能动武，要像对待王爷一样，把他请过去。他不出来怎么办？这好办。老和尚，我们王爷请你呢。八抬大轿都准备好了，抬你到庐阳府去享受荣华富贵。你快出来吧！王爷，都安排好了。水沸了吗？废了，人给本王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王爷。王爷，先住哪个？主人，王爷，这几个和尚你还满意吗？我还没尝过和尚肉是什么滋味儿。是素的吗？洛阳王高齐，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当今齐王惨无人道，洛阳王的血性丝毫不亚于齐王。你拜佛呀？你拜什么佛呀？你拜佛就不死了？你假装仁慈，
满手血腥，我不和你这样的人说话。血腥？我血腥？啊，你们想一想，我怎么可以不血腥？我不血腥，我会安生吗？我本来想安安生生地做我的洛阳王，可是当今皇上继位后，他把所有兄弟都杀了，侄子杀了，手段残忍，远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出来。他没有杀我，我是他堂弟，按理说他早就该杀我，为什么不杀我？而且我还是他杀君夺位的马前卒。现在我每天都在等他来杀我，他把我逼疯了，他把我逼疯了，我疯了。王爷，先主哪个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，那就要看老和尚会不会来救你们。师傅，师傅，好，我跟着他们去洛阳，你们在家里都不要轻举妄动。师傅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我心意已定，再最后劝他一次。走前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：我走了以后，一切都要听慧元的，他就是我。你们不听他的话，就等于不听我的话，我将不再认你为徒。师傅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不，谁都不要跟我一起去，我一个人去。去的人越多越危险。慧元，师傅，如果官兵们再次挑衅少林寺，你们不能出手。即使看到他们要毁掉少林寺，你们也不要动。不过，如果他们要抓你们，你们要赶快的跑，跑到山里，跑到山洞里。但是有一条，切记不能躲到村子里，不能躲到镇子里，不能躲到老百姓的家里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蒙住自己的眼睛，让他什么也看不见；捂住自己的耳朵，让他什么也听不见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可是我们会武功啊！这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只有你们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保存的。师傅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如果你们听说你们的师父不在了，死了，你们不要相信，你们的师父是不会死的。你们的师父总有一天会重新回来的，和你们重聚于少林寺，重新听到少林寺响起的庆乐。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对你们师父的承诺。当然，我也会尽力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但是你们必须遵守对我的承诺，不许乱动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弟子听见了。听见了。好，现在我想一个人走出这座山门，谁都不许送。所有的人都回经堂念经。慧远，去吧。
慧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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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我肯定听你的话去念经，我只是想送送你。慧空啊，你只能送到这儿了，啊？师傅，我送你到山门行吗？不行，只能送到这儿。回去吧，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这里有一封信交给你，你要替我保存3天，记住，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有我的信。如果3天之后为师还没有回来，你就把这封信交给大师兄慧元，听明白了吗？哦，对了，记住，一定要等到第3天，啊？哦，好了，你现在就回去，告诉大师兄，领着大家伙儿赶快诵经吧，啊？王爷，办好了。好，你能把他请来，这是我看见你办成的唯一没有出纰漏的事情。等着吧，你们唯一能活命的机会，就看老和尚的态度。方丈请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早知道你会来，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。哦，王爷，贫僧不容易想象的那么怕死。王爷近来还在赊粥吗？本王虽然不赊粥了，但是大师来了，我还是会给你一碗粥喝。只是你进了这个门槛，是不是就不用回去了？唉，既然来了，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今天是老朋友相聚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事情的。贫僧怕对不起王爷了，有些事情不是勉强就能勉强做得到的。我不会勉强你，
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马上派人送你回少林寺。真是太好了，希望你能够这样做。我是真心的。好，嗯，真是没有想到，你把功夫练到如此邪恶的地步。我送你的心意经，是看到你心中焦躁不定，希望你练此功以后能够心态平静，能够不再被疑虑所困扰，以至于放弃对名利的追逐，能够使自己的欲望平静，能够真正引到山林当中，引到民间当中，引到偏僻的街市当中，你才能够回到正常的人当中来。那是你呀，你可以，我可不可以？我每天都怕他派，去！我每天都怕他派人来杀我，我怎么可以做一个正常人呢？来吧，赶快喝一点清茶吧。哎呀，你别跟我故弄玄虚了。贫僧该坐禅诵经了。大师，这是我专门为你设置的一个佛堂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阿弥陀佛。小王就不打扰你静修了。就他一个人来了啊，就他一个，这就可怕了。他一个人怎么可怕？他带着徒弟来，则表明他还想回去；现在他一个人，则表明他已经做好了不回去的准备。那不更好吗？不回去就是做好了死的准备。我让你请的客人都请到了吗？南阳王爷、襄阳王爷、幽州王爷已经请到，陈州王爷、林州王爷明天就到。军队呢？我总共召集起了10万大军，粮草已经全部准备齐当，只要王爷一声令下，立刻发兵邺城。还有那老和尚，我想他大概不会合作，我要杀他的威风。你是说，烧了少林寺？哎，不，少林寺不能烧，不能烧。你现在去少林寺，说奉方丈的命令，要召集他们的武僧从军，听话的没事儿，不听话的杀了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大开杀戒了？哎，不行，你就随便杀几个，到时候方丈就会顺从多了。我报仇的时刻终于到了。
嗯，它是我放出去的第一支毒箭。再过2天，你就会听到从邺城传回来的消息，齐王死了，然后我就会发兵邺城，反齐王之都。洛阳王，你为什么非得一条道走到黑呢？当今齐王昏庸无道，你身为他的兄弟，本应该进言相劝。可是你却乘机强抢民女，滥杀无辜，为自己扩充后宫。而且你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你还要陷天下于大乱，陷百姓于水火。你的良心何在？老朋友，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大道理，你讲的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大道理。真正的大道理是胜者为王。人生在世，不过呼吸之间，你又何必多行不义呢？如果你能够以仁政施之于民，你同样可以取得民心，同样可以赢得天下。两军开战，谁不先出手，谁就会死在刀下。有句话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怎么了，慧空？出什么事了？官兵又杀回来了，来的人很多，比前2次还多呢。他们到哪儿了？师傅交代过，如果官兵来了，就各自回自己的家去，离开少林寺。大师兄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师傅什么时候回来，你们就什么时候回来。进去给我看看。宝贝儿，你也该开杀戒了。八爷，寺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什么？寺里我们搜了一遍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到底是躲起来了还是跑了？八爷，有人看见和尚们往后山跑了。好，给我追过去！驾！驾！这是你的位置，是国师的位置。贫僧早就说过，出家人不坐正位。参见王爷。请起。谢王爷。诸位，知道我今天请你们来所谓何事吗？辅助王爷争到王位。那为什么要推举我做王位呢？世人皆知，当今高阳惨无人道，唯有洛阳王爷礼善百姓，勤俭质朴，而且一心向佛，为人慈悲，理当推为天子。听到了吧？这是天下百姓的呼声。阿弥陀佛。驾！你带人从这边报仇，你跟我走。是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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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第几天呢？啊？今天是第几天呢？什么第几天啊？从师傅下山时算起，今天是第几天呢？当然是第2天了。怎么了？昨天算不算1天？昨天只有半天，能算1天吗？昨天要是不算1天，那今天才是第1天。你算这干什么？你别管，师傅不让我告诉你。方丈，
那些都是分封各地的王爷、将军，他们拥护我，这就是我的第二支箭。你给我讲这么多干什么？你是我的第三支箭，我不能乱用你这支箭。明天，你向大家宣布，说我是菩萨在世，然后为我做一场菩萨出世的法会。到时候，天下的人都会相信我，都会归顺我，那我得天下就容易多了。你不是菩萨，有你的支持，我就是菩萨。我不能够欺骗老百姓。如果我真的是菩萨呢？你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你已经走火入魔，你这样和佛是不相容的。我得了天下之后，我当了齐王，我会慈待天下，恩遍四海。王爷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会万劫不复的。赶快回头吧，否则后悔晚矣。我从来没听说当皇帝会后悔的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看来，你真的是不合作了。好，那我也送你一句：回头是岸，苦海无边。快跑！快！快点！快跑！快点！和尚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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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尚，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师弟！师弟，大家赶快往后撤！站住！站住！大家注意保护自己！快快这边！站住！站住！和尚站住！站住！慧空！快！慧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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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与我合作，我只能杀了你。阿弥陀佛。老朋友，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要杀你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，这就是我要杀你的原因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跟我交情匪浅，你不应该帮我一把吗？江山不属于暴君。我老实告诉你，你这个人就是聪明，你太聪明了。你聪明，还要犯糊涂，这个是最可恨的。和尚们听着，我无意于杀害你们，我是奉你们方丈的意思，招你们加入王爷的军队，这是王爷给你们的唯一出路。大师兄，跟他们拼了吧，总能冲出一个缺口来。不许动！听我的就是听师傅的。你们派个人出来，咱们谈谈。出了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大师兄，我跟你去。即使我能够答应，佛也不会答应你的。那我只好给你做个了断。是你自尽呢，还是本王亲自动手？既然如此，我希望能够与我的徒儿们再见个面。
这位师傅一定是得道高人，我要向你请教个问题。施主请讲。师傅千万别转过身，我是个恶人，无颜面对师傅，因为我从前做的恶太多了，得罪了很多人。现在他们要找我报仇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修一善心，接百种恶。施主，只要你一心向善，你的仇家一定会放过你的。师傅是说仇家一定会放过我喽？阿弥陀佛。师傅，你转过身来。孙爸，是你。看来你想找我报仇。你忘了你说的话了吗？你是出家人，怎么念了那么多年的经书，还忘不了从前的冤孽？看来当和尚也是假的。很好，忍着，这才是出家人。那老和尚就应该教出这样的徒弟来。不许侮辱我师傅！侮辱我师傅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手下败将，何以言勇？怎么样？我把冠冕符都带来了，你让兄弟们穿上服装吧。没有师傅的话，我们不会换的。好，你就好好的想一想，想好了，让你的兄弟们换上服装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走出这山谷。如果不穿的话，他们今天是走不出去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们？不是我逼你们，这是王爷的意思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的给斩了。难道您就不能改邪从善吗？从善？大狗子，你是善人，我是恶人。你呢，能一辈子做善人吗？我能。做善人可是要忍的，你能忍吗？我能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能忍吗？我能。好，那你就坐在这个石头上面念经，一直念到天黑，我就把你的兄弟给放了。怎么样？你能忍吗？我能。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不能走下这块石头，你能忍吗？我能。请。慧空，慧空，大师，想清楚没有？哎，那不是你师傅吗？哎，快让你师傅救你啊！啊，快啊！回头是岸。高齐，你要迷途知返。朕不要你废话。朕不相信我不能取得天下。来，
先给我煮了这个脏脏的。走。小娥，外面是你大哥大狗子。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他是个大草包。从前是，现在也是，他救不了你，他不敢走下这块石头，只要走下来，他就死定了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欺负你的。孙爸，你死了是要进18层地狱的。地狱？不要说我不相信有地狱，就是有地狱，那也是死后的事了，我不在乎。孙爸，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，也要变成厉鬼来找你索命。为了皇帝选美，我吃了多少苦头啊！眼看着美女一个个的送给了别人，先是皇帝，后是王爷，我孙爸一个都没享受过，我就看上你了。我也要像皇帝和王爷一样享受你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叫啊叫！让大狗子听听，叫啊，小娥！孙爸，你这个恶霸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让爸爷我享受一回，我就是死了也不亏了啊！高启，高启，洛阳王，不是，万岁爷，我的万岁爷，我就是一个叫花子，常年不洗澡，身上脏得很，脏得很。再说我爱出汗，一出汗我就爱放屁，不停地放屁。别让我坏了你的一锅好汤，快放了他！再说了，吃东西不是讲究一个色香味吗？色香味俱佳，吃起来才好吃嘛。我这个人皮糙肉嫩的，一煮熟就化了，根本就捞不上来。煮也是白煮，实在是不愿意坏了大家的胃口。别这么没出息！对，你讲的对。想不到小小年纪那么会吃。你夸奖了，乞丐不就是会吃吗？那就煮那个个头大的、肉厚的。高启，你丧心病狂，果报就在眼前。哼，真的果报，你们是见不到了。小娥，小哥，住手！大狗子，你终于忍不住了吧？放开我妹妹！你怎么不忍了？啊？你怎么不善了？惩恶一邪本身就是行善，那你和你的兄弟就走不出这山谷喽。把我妹妹放了。好，有2条：一，回到那块石头上去念经；二，你就过来吧。啊！把我妹妹放了！几日不见，功夫见长啊！我今天要杀了你，为我死去的父母报仇！没想到你的铁头功这么厉害！哼！小子，看我怎么使扁担！
大狗子，你不是要找我报仇吗？来呀！我跟你拼了！你这只大笨狗！大师，你的徒弟要先走一步了，你不给他念念经？枸杞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行义，我掌权之后我就行义。你连自己的弟子都救不了，如何普度众生啊？其实你只要对我说“菩萨保佑”，也就是承认我是在世菩萨，我就能保佑他们。你说，是你的这个信念重要，还是他们的性命重要？我要让你看着，你哥哥今天是怎么死的！小娥，我要让你看看，你哥哥是只大笨狗，他是大笨狗。我跟你拼了！慧空，慧空，慧空，这哪儿啊？这是后山上。天亮了，亮了。是第3天了。什么第3天？师傅有言，师傅说让我在第3天必须把信交给大师兄。大师兄呢？大师兄去跟他们谈判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师傅说让我第3天必须交给大师兄。这。笨蛋！快走，走！慧空，如果大师兄不在，我是不是最有资格看这封信？师傅没说让你看，只说让大师兄看。如果大师兄不在，不就误事了，对不对？让我看看。师父让我们打出去。真的？
师弟们，师傅说让我们冲出去。啊！师弟们，冲！我再送你一程吧！来，抓他手！我还以为来了个什么武林高手，原来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孙霸，还望你放下竹刀，立地成佛。成佛？老子杀人如麻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成佛。不许你对我师兄动粗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慧空，你来干什么？来帮你。今天我送你上西天去吧！孙霸，休得无礼！慧空，上！哥，你要小心啊！大师兄，劈叉！大师兄，起！我当年出家练武，就是为了找你报仇。可是后来佛告诉我说，仇是不能终止的，于是我就打消了报仇的欲望。可是现在，你非要逼我报仇不可。你越是想杀了我，越是杀不了，不是吗？本性是佛，无念为宗，顿悟成佛。佛能帮你打赢我吗？好，我成全你。嗨！孙霸，今天我要为我死去的父母报仇。
师弟们，你们还不知道我背着多大的仇恨。在我没有出家之前，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户。当时民不聊生，种一口薄地无法糊口。于是我就在山外开了几亩地。到了秋收时，他们就突然闯进来了。站住！把东西还给我们！把东西还给我们！我们怎么活呀？被你们拿走了，怎么活呀？还给我们！东西还给我们！还给我们！还给我们！我跟你们拼了！你们干什么？斩草除根，别让他跑了！哥哥快跑！哥哥快跑！爹娘！当年我无处可去，就把年幼的妹妹托付给邻居家抚养。我只身进了少林寺。时隔多年，孙爸，你还不肯放过我们？现在又抢了小娥，父母的血债，我能饶过你吗？你哭什么？我突然想起，我还有个儿子，刚刚满月。你杀了我，就等于杀了我们一家3口啊！我知道错了。你是出家人，就发发慈悲，饶了我吧。作恶多端，胡日玩意！不晚，不晚。我们不是有句话叫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吗？就算我儿子侥幸能活下来，他将来一定会再找你报仇的。哥，他既还有个满月的孩子，就饶了他吧。小娥，想当年，我也是小小年纪就没有了父母，好在我还有你。现在杀了他，我们的父母也不能再生。只要他答应不再胡作非为，就放了他吧。我发誓，我知道罪恶多端，今后我连一个蚂蚁都不伤害。你饶了我吧！别过来，哥！不然我就杀了他。放了大师兄！四师弟，五师弟，小娥，我和孙爸的仇恨，就由我来了吧。孙爸，你放了他！我是大师兄，都听我的，退下。孙爸，我们可以不杀你，但是天要杀你，地要灭你。不杀你，这天下的百姓能放过你吗？妈，我跟你拼了！
仇人死了，我们终于报仇了。不过，大师兄，这是师父给你的信。师傅说他如果3天不回，必有大难，让我们立刻下山到洛阳王府去找他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大师，你的徒弟们全部到齐了，欢迎你们。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，你选择帮我成为皇帝，还是选择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走向死亡？看起来只好先解决外面那几个了。送把刀来！快杀掉他们！师傅，师傅，不可伤他的性命，不要靠近他。想杀朕，只怕能杀朕的那个人还没有出世呢，你们根本不是对手。我佛慈悲，高启，你悔悟吧。
饮血太岁呀，饮血太岁，好久没让你饮上人血了，委屈你了。饮血太岁，这是传说当中一把杀人不流血的宝剑，弟子们要注意。剑怎么在你手里？慧都小心！大师兄，小心，他剑上有毒！你可看出了这里的秘密？你从何处学到这血腥的剑法？从我打算废王自立的那天开始，我就练习这套饮血太岁。你们今天都要死在我这套新的剑法之下，受死吧！师傅，师傅！师傅！剑法毒辣，你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怎么办？看来只能用一花五叶的阵法来赢他。师傅，我们从来没练过一花五叶。那5个人就是5叶，你们的功法加起来就是一花5叶。师兄师弟，布阵！水月镜花。黄叶指劈。步步莲花。顽石点头。花书地位。且慢，放他走吧。
朝臣放箭。高齐，我奉皇上的旨意，请你到邺城去，请你马上启程，当今圣上在等着你。皇帝啊，你到邺城来嘛，我把皇位让给你啊！哎，梅兄弟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梅兄弟，怎么了？要不，再让我送你们一程吧。我舍不得你们。虽然才相处了短短几天，但挺舍不得你们的。你们要是真的走了，我就真成了梅兄弟了。梅兄弟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别这么哭哭啼啼的。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当然能了，我们会下山来看你，你可以上山去看我们。你们在少林寺，我呢，四处流浪。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，也不知道会到哪儿。说不定哪天就会饿死了，要不就是稀里糊涂的把命给丢了。怎么会呢，梅兄弟？你有了困难，可以找我们。啊？拿出来。什么呀？拿出来。我刚才在王爷府的时候，见他屋里没人，我顺手拿的。我送给穷人总可以了吧？梅兄弟，你还有这爱好？不是，坏人的东西不能算偷，是不是小兄弟？哼，这次不追究你，下不为例啊。走吧，咱们赶师傅他们去吧。我们走了，梅兄弟。
哦，不知县令大人光临，老衲有失远迎。哪里，我是突然造访，打扰清静了。哦，县令大人莅临寒寺，不知道有何要事？昨日在少室山下，有一队过往的商队被歹人杀害了。哦，我是前来查案，看起来此案与贵寺有牵连。县令大人是来查案的。是啊，现在天下不太平啊，什么人都会有。这乱世之中，连皇上都觉得不安全，更何况我们这些小官吏们的日子就更不保险了。不是担心被皇上免了，就是担心被土匪杀了。好了，你陪我到后山看看吧。大人，6个商人全死了。残忍，太残忍了。阿弥陀佛，这是何人所为呀？方丈，你说在这少室山上，离少林寺仅1步之遥，会是何人所为啊？怎么，你难道怀疑是少林寺的弟子所为？少林寺近日可有外人留宿？哦，老衲也是今日刚刚回来。哦，那可容本县令审一审这个案子？当然可以。那就借你的方丈室一用。大人请。我一定要把这个簪子送给那位天仙似的姑娘。哎，以我现在这副模样，哪个姑娘见到我，都一定会喜欢我的。哎，让开！有什么可嚣张的？哼！哎，小二，兄弟，哎，来了！店家，我住店。嗯。有最好的房间没有啊？有。哎呀，少爷，是您要住啊？废话，不是我住，难道是别人住啊？好，最好的房间呢，给您准备着呢。您几个人住啊？方丈寺下一共有多少僧人？100多人。你相信他们都是一心向佛，终日向善吗？我不大明白大人的意思。这5根手指头
生出来也不都是一般起的，何况100多人呢？他们从何而来？什么出身？什么身世？以前干过什么？到少林寺里来想干什么？方丈，你佛心清澈，可否能看得透这尘世消土呢？以大人之言，这个事肯定是少林僧人所为。事发少林寺院边上，当然少林寺是主要怀疑对象，而且还确实有人看到商队是被几个和尚杀死的。按理说，我应该把少林寺的僧人一个个都抓过来过堂审问，可这样一来，事情就闹大了。这对少林寺的名声确实不好。这要把少林寺的僧人作恶的名声再传出去，皇上怪罪下来，老百姓再一闹事，事情就不大好办了。怎么，我一个人不能住啊？能，你要住几天？住几天？想住几天，得看少爷我高兴啊！哟，走，带我上楼去。好，你给我烫3壶好酒啊！好，还有没有什么好菜，都给我上。好，甭管什么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。发生了这样大的凶案，我想大人一定不会放过一个真正的凶手，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老衲请大人对本寺的僧人一一的进行审问，如果确有奸恶之人，老衲绝不姑息。方丈还不明白本县的意思。方丈，这是我对佛门的一片敬心。好了，为了佛爷，我绝不能让污水泼在少林寺头上。我把这里的事情交给方丈处理了。如果方丈能抓到恶人，你可以把他送到汝州县衙去，也可以自行处理，把他驱逐出寺院。我相信方丈，也请方丈相信我。方丈，那些屈死的冤魂就交给你超度了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你们几个都跟我到方丈室来。怎么回事？
跟我们来。你是何人？老爷，这个人快死了。说，少林寺后山那帮商人，是不是你杀的？我是被山贼劫了。就是你杀的，我一眼就看出你与这个案子有关系。来人，把他带回县衙审问。难道我们中间真有人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？我少林弟子终日吃斋念佛、耕田习武，不要说他们对商队的财物动心，就是家财万贯，也不会心有所动。这件事不会是我们少林弟子所为，其中肯定另有原因。是谁在搞阴谋？不过，我们还是应该先在少林弟子内部进行查证。虽然为师相信弟子们的佛性和品质，但是洗个清白还是必要的。师傅，这件事情有点蹊跷，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少林弟子干的，我们都要查清楚啊。师傅，这件事弟子来办，只有抓到真凶，真相才能大白。店家，店家，来了。少爷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你们这儿有没有唱曲的？没有。连个唱曲的都没有。到城里给我请一个去。哎呀，那里要很多钱呐。钱，瞧你那个穷命。哎，这钱啊，老子有的是，够了吧？好嘞，快点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你？懒驴上磨屎尿多。你是谁？大师兄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我不认识你，快说，你是谁？还有你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推我！你给我站住！
哎呀，走，别动，老实点。你们究竟什么人？我们不是和尚。我知道你们不是和尚，为什么要混进少林寺来？他们肯定是杀害商人的凶手，混进少林寺。商人不是我们杀的，我们是附近的百姓。你们既然是百姓，就应该大大方方的来寺里，该烧香的烧香，该磕头的磕头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说吧，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？我们要见方丈，见了方丈我们再说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我怎么就死定了？你太有钱了，我们喜欢钱，所以你死定了。不是，这衣服啊，不是我。不是什么？老二，你看。好，太好了，比我们干一次大活赚的多得多了。哎呦！哎呀！我会武功啊，我是少林和尚，我武功厉害的很。洛阳王高齐就是我打死的。你们要想活命，就站在原地别动。快抓住这个王八蛋！走！啊！快走！走！我走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方丈，我们错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叫山子，他叫大义，我们是山后汝州县郭家庄的人。我们那里常被土匪骚扰，我们2个人就组织几个弟兄练习武功。没想到今年年初，突然来了一群土匪，他们来势汹汹，没几天的时间，他们就抢了8个村子，只要他们打劫过的地方，到处尸体遍地，血流成河呀！我们的几个弟兄也被杀了。我们俩是从血泊里逃出来的。方丈师傅，我们来少林，只是想学点真功夫，回去好报仇啊！这个世道，老百姓难有生存之地呀。你们来寺里多长时间了？快10天了。我们夜里住在山沟里，白天偷偷混进来学艺。那你们可知道商客被杀的事情？知道。那你们知道是谁做的吗？是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看起来你们2位施主是心存疑虑。我少林寺一心向佛，谁做了坏事，如果不追究，那佛祖是不会答应的。我们俩夜里就住在那山沟里。那你们究竟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确实看见是6个和尚杀了那1对商人。啊！你们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。那天我们回去的早，走到半路，出了一身的臭汗。到前面河边洗洗澡。他们在干什么呢？走，过去看看。他们在干什么呢？不像是在练功。不会是来劫财的吧？啊，
呀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哎呀！哎呀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嘿啊！咱们先不要动手，看看再说。你看得真切吗？看得真切。那么我问你，你在寺里见没见到过这几个人？没有再见过，寺里有上百人，我们俩很难看得清楚。那么我问你，现在那几个人站在你们面前，你能不能够认出来？那个眉心长痣的人肯定能认出来。坐。师傅，我们看了一遍，没有看到那个眉心长痣的人。你们每个人都看到了吗？都看清楚了。好，那你们去吧。方丈，你不是要赶我们走吧？方丈，千万别赶我们走。我们奔到少林寺来，就是为了学点功夫，回去报仇雪恨。我们的父母都让土匪给杀了，还有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也让土匪给杀死了。这仇我们不能不报。这样，慧远，你带着他们俩到附近的村子里，给他们找一个住处。是师傅，多谢方丈。接着呀，大师兄，咱们该走了吧？哦，小娥，房子我和三师弟都给你收拾好了，后院的栅栏也绑结实了，狼也钻不进来，你就安安心心在这住着吧。以后有什么事情啊，跟哥吱一声，别委屈了自己啊。嗯，哥有时间会常来看你的啊。那你呢？我看着办吧。啊，小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一路小心，哥。嗯。哎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是不是病啊？大师兄，回寺里还有段路，咱们比赛轻功，看谁跑得快如何？哎，
这小子什么时候把轻功练得这么厉害？嘿，嘿，嘿，老三，慢点儿，等等我。嘿，嘿，嘿，跑那么快干什么呀？等等我。哎，你看。 小师傅，小师傅，可找到你们了！才分别多大一会儿，就打扮成这样了？给你的钱让你慢慢花，你可真会花钱。哎呦，梅兄弟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让人给劫了。你脸上的伤是被打的吧？哎呀，别提了。 我为了来找你们，我就买了匹马，可又不怎么会骑马，半路上摔下来好几回，脸上的伤是摔的。哎，赶紧把你身上的衣服扒下来，怎么看都不顺眼。怎么不顺眼了？哎，这可是好衣服，你看这料子，值很多钱呢。不扒，你就待在这儿吧。哎，大师兄。 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借我件衣服穿穿吧。我这是僧人的衣服，你怎么能穿呢？哎，那我这样子怎么去见师傅啊？哎，你说那个犯人身上的血是从哪儿来的？是被土匪砍伤的。胡说！是犯人劫杀商人的时候被反抗的商人打伤的。对，老爷说的没错。师傅，徒弟有话要说。讲吧。请师傅教徒弟真功夫。平日里，你练的不是真功夫吗？咱们平常的功夫都是以健身为多，防守到位，而进攻无从下手。徒弟认为这不能称之为精通武功，徒儿们要学习进攻的招式。谁在墙后面？没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你是谁啊？出来，出来！我出不来啊，我没衣服穿。师傅，这一路上，我跟众位师兄经历了很多磨难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当和尚是最好的，真的。师傅，我想跟你一样，我也弘扬佛法，我也普度众生，真的，我也想当和尚，真的，我从小就想当和尚。师傅。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地方去了，你就收留我在寺里吧。
来，这位小施主，起来。哎，寺庙里的清规戒律多，恐怕不适合你。我有什么毛病，我一定克服。师傅，你就留下我吧。师傅，梅兄弟这一路上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你再不收留他，他就没地方去了。好吧，那就依了慧空，你就暂时住到寺院里吧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哎，你说啊，少林寺庙这么小，哪能容得下你？四师兄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哎，我既然能到寺里住，那咱们就是兄弟了，啊！大哥，你人真好。你笑起来更好。哎，二师兄，你人品很好，真的。哎，三师兄，你别夸我，你敢夸我，小心我揍你！嘘，你不是喜欢姑娘吗？为什么不去找他们，反倒跟我们回寺？我那是怜香惜玉。再说，我喜欢人家，人家也不喜欢我呀。梅兄弟，你该给我行礼了吧？我虽然年纪比你小，可你要在寺里住，就得叫我师兄。哎呀，慧空，叫我慧空师兄。慧空师兄，梅兄弟，以后你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会帮你的。怎么？他要把抓到的那个犯人问斩？对，左县令已经证实那个人是杀害商人的凶手，有人证物证，而且还有那个人的口供，所以左县令说，请方丈尽管放心，明日午时就将犯人问斩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很蹊跷，左县令抓到的那个人未必真的是凶手。哎呦！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睡啊？你凭什么呀？你又不是少林寺弟子，少跟我们在这混。谁说我不是少林弟子？师傅早就承认我了。你不信？我叫一声，你看师傅应不应？师傅，师傅！半夜三更的不睡觉，你们嚷嚷什么呢？师傅，你看，师傅答应我了吧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哦，师傅，我们跟他闹着玩呢。不要闹了，都半夜了，赶紧睡觉吧。慧仁，你今天晚上跟我下山一趟。现在？对，明天晚上我们再赶回来。哦。慧远、慧石，你们俩看好家，啊，这个明天天亮了，还要把商人被杀的事情仔细的查证清楚。如果查不出真正的凶手，那有人要受难了。刑场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5时3刻准时开刀问斩。少林寺的信送到了吗？已经送到了。我看没必要等到5时3刻了，现在就开刀问斩。走。慧仁，我们还要走快点儿。师傅，你走了这么久了，也累了，咱们歇会儿吧。人命关天，我们还是得快点走。跪！人犯李大头，系本县甲村人士，不学无术，祸害乡里，于日前在少室山后山劫杀商人，抢劫商品无数。经查实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于5时3刻斩首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，老爷！这可是个大冤案呐！李大头那么老实的人，怎么会是抢劫杀人犯呢？听说
有人看见是和尚杀的，怎么又变成了李大头的事儿了？你们没听说啊？那少林和尚与官府向有来往，早就串通好了，拿人当替死鬼呗。还是拿咱老百姓当替死鬼呀？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小心，动刑吧，早晚都是死，早死一点少受一点罪。送他上路吧。53刻已到，准备开斩。哎，赶快刀下留人！是，刀下留人。何人如此大胆？难道要劫法场不成？左大人，请你刀下留人。刀下留人？为何？方丈，阿弥陀佛。本县令正在执行公务，有事儿能不能事后再说？大人，事后再说就来不及了，所以我请县令大人能够刀下留人。方丈，本县断案，难道有错吗？贫僧已经掌握了那些在少室山杀人越货的凶手的蛛丝马迹，所以在没有弄清杀人凶手的真面目之前，请县令大人千万不要斩杀任何人呐！难道这杀人越货另有他人？县令大人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有人亲眼看见是僧人在杀人越货。方丈，你……县令大人，如果真的是僧人杀人越货，那他们就不是佛门真正的弟子，他们就应该受到王法的惩处，绝对不可以姑息。方丈，查到人了？应该说，目前还没有查到具体的人，但是我可以告诉大人，我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线索。第一，证人说杀人犯是6个人，而你现在要斩杀的是1个人，那么其他的5个人跑到哪儿去了？第二，看到事发整个过程的人讲，这杀人犯是6个僧人。僧人嘛，理应剃度，可是你现在要斩杀的这个人，请县令大人看一看，他是满头长发，即使说他是假扮僧人，那他也应该是光头才对嘛。谢谢方丈，谢谢方丈，我们家李大头确实冤枉。那么说，犯罪之人肯定是少林寺的和尚了。方丈，是要大义灭亲喽？慧空师傅在干什么？我在做饭。小娥姐姐，怎么还是窝头的味道？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不要骂我好不好？你问吧。这鸡和鸭，到底是什么味道？这肉闻起来挺香的，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滋味啊？这个小姐，嘿，哟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别动！我吃一个怎么了？哎，没兄弟，你给我拿回来！拿回来！拜见大师兄。哦，哎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一定对我说实话。哎，你问吧。小娥是你亲妹妹吗？当然是了。
你这么个丑人，怎么能有那么漂亮的妹妹呢？梅兄弟，不许欺负我哥哥。其实我也想不通。方丈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抓到的犯人，你说不是犯人，你又说绝对不是少林寺僧人所为，那我就奇了怪。那这人犯到底是谁呀？这件事情发生在少林寺旁，那么少林寺肯定脱不了干系，所以本方丈一定要将此事一查到底。如果真是少林弟子所为，那我就将亲自把他送到官府予以严惩。即便此事不是少林僧人所为，作为我们少林寺也有责任把他查个水落石出，捉拿假冒僧人的凶手归案，一定让他们受到王法的惩处，同时为少林寺讨回一个清白。说得好。方丈既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立下盟约，那我就相信你。我相信这里的老百姓也会相信你。我相信方丈。方丈，咱们再立个约，我给你5天时间。如果你查到了凶手，本县令代表全县老百姓为少林寺大佛重塑金身。如果在5日之内你查不到凶手，方丈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如果5天之内查不到凶手，本方丈愿意承担任何罪名。师傅，哎，三师兄，我再出个谜语，让你猜猜。一边去，小心我把你裤子扒了。哎，扒了怕什么？我堂堂男子汉，还怕你看呢？哎，二师兄，我又查了一遍，寺里110个兄弟啊，没一个没心有志的。什么没心有志？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我就见过一个没心有志的人。哦，梅兄弟，这可不是说着玩的。当然不是说着玩的，我真见过一个没心有志的。他是和尚吗？嘿，让我说啊，嘿，我不告诉你，让我说是有条件的。嘿，好，方丈，英雄，面对全城的百姓，我必须跟你说个清楚。少林寺承担了这个事儿，查到与查不到凶手，都是少林寺的责任。如果在5天之内查不到凶手，方丈立即给全城的百姓一个交代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对，好，5天之后，我愿意自己走到这个刑场之上，听凭县令大人的任何发落。大恩人呐，大恩人呐！你小心我把你扔出去！你看，你看，就是因为你这样，我才不说的。你要想让我说啊，向我赔礼道歉。哎，大师兄，你看他这样让我怎么说？梅兄弟，这件事很重要，不要闹了。好了，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，行了吧？快说吧！啊，行，我是看在大师兄和二师兄的面子上才说的。就你老三那个样，等着吧。行了，快说吧！啊，说吧。好，回府。来呀，把犯人带回去。方丈，请你随我回府喝杯清茶吧。我还是早点回少林寺的好。也好。方丈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一切我都处理好了，你干嘛要引火烧身呢？县令大人，如果眼看着一个无辜的百姓做替死鬼，我这心里不安呢。
你是一方的父母官，我希望你能爱护百姓，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不要把他们当作草芥一般随意摆弄啊！方丈，你怎么还不理解我的心意呀？什么心意？我在保护少林寺，我在保护少林寺的声誉。不，县令大人，你这样做是在害少林寺。时间长了，人们会觉得我们少林寺是藏污纳垢之地。佛心需要一片圣明，佛地需要一片透亮。走，走。回少林寺。那人不是和尚。你个这……哎，但他是个秃子。在哪儿见到的？就是在客栈抢劫我的那群土匪里，其中有一个人离我特别近，哎，就这么近，我清楚的看他眉心有颗黑痣，就像一个苍蝇似的贴在那儿，可难看了。他们多少人？有5、6个吧。哎，而且他们都骑着马，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。5、6个人。对了，他们里面还有好几个也是光头。怎么了？你们找他们干什么？方丈，弟子拜见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抬起头来，让我看看你。嘿，快点让开，放我师傅回寺。这是4师弟吧？你的内功好像差了点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大师兄，会不会以前在我们寺里学过艺的人？不会吧？这么多年，咱们寺里只进不出，进来的弟子都有师傅严格把关，要出去也得打出山门。不过打出山门的也没几个啊。这帮人是什么人呢？我不是你的弟子，你当然不认识我了。我来是请师傅到我的庙里去讲经的。你们是什么寺庙？红山寺。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？确实没有人听说过，新建的。师傅，跟我们走吧。在什么地方？不远，转弯就到。师傅，不能去啊！自家人，我不想动手。如果你逼我无奈，我只好用另一种方式请你了。呀！住手！比比招数，哪儿能够动真的？慧人，我们还是赶路吧。方丈，我倒是想和这位兄弟切磋一下。本寺弟子何来功夫？只不过是面壁念经之余，学点舒展筋骨的动作而已。慧人，我们赶路。他们为什么要打着少林和尚的牌子，去干了杀人劫货的勾当呢？你肯定是6个人，就6个人，怎么了？梅兄弟，你带我们去找那6个人。这么多天了，我去哪儿找他们呀？他们肯定早就离开客栈了。你，师傅，不能再往里走了，这帮人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个人出手阴毒，功夫不可小瞧。以你现在的功力，还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死也要保护师傅冲出去。不，我们不能死。
我们不能死，佛也不答应我们死，还有那么多的生灵需要我们去普渡。我们就这么跟他走吗？我们跟这些人无仇无怨，我想他们不会加害我们。再说，他们也不像是谋财害命，他们恐怕另外有目的，我们只能见机行事。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红山寺。好地方啊，山清水秀之处，诵经谈心之地。方丈，请进吧。方丈，这样的寺庙，你是不是有点失望啊？啊，一尊佛像也没有，一个罗汉也看不见，太清凉了点吧？哦，是个好地方啊！你没有看到，这里四面是佛，八面梵音，圣歌回转，天地无限呐！我看到的是冰冷的石头，潮湿的地面。有点怠慢方丈了。佛在心中。啊。来喽！哎，大伙儿，我出个谜语，谁要是猜准了，这个白馒头就给谁，怎么样？好主意。哎，什么东西只包火？什么东西只生风？我数1、2、3，你们要猜不出，这馒头就是我的了。1、2、3。啊，就是打我吧！啊，去！东西弄来了，弄来了，你看，都是最好的东西。走。哥几个，我们现在还穿这干什么？脱了吧！不，别脱，穿着。再怎么说，这会儿我们还是红山寺的和尚。我去报告老大，很快就回来。你们给我看好了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放心吧，二哥。慧空，回去吧。师傅还没有回来，我再等一会儿吧。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去接接他。
走，去！千夫长，开门！来了，大半夜的，谁呀？乡亲们，都到场院去，大人、小孩、老人都得去。乡亲们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都到场院去。怎么乡亲们，都听好了。是啊，半夜三更的干啥呀？叫我们半夜的，别说话，跟着走吧。别说话。找了，找了。这些人是土匪。没错，这些土匪就是年初抢了我们村儿、杀了我们乡亲的那些人。我们的仇还没有报，在这儿又碰上他们了。这个土匪简直太残忍了。你看，千夫长。各位乡亲们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只要听我们的话，我们是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。现在，年轻的男人都站到这边来，老头和女人都站在那边去，听见没有？听着，老头和女人，这边肯定有你们的儿子和男人，你们回家去，把家里的银子通通给我拿出来。想换1个人就是10两银子，2个人就是20两银子。拿了银子马上放人。如果天亮之前还不送来银子的话，我就把他们送到山里喂狼。都回去拿银子！快点！哪有人？快点！回去！饶了我们吧！少说话！啊，快点！我说的话听到没有？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哪有银子？就是哪有银子呀！哎呦！乡亲们，打土匪！乡亲们，快走！快走！拿刀来！大义！走啊，走！快走！快！快追！快！快追呀！快！嗯？
在这儿呢。去毒梅花针！我们上当了，快追！刚才是谁被打下马了？老大，是我。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没有，好像慧空去找师傅去了，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哎，肯定是大户人家用好吃的招待咱们师傅了。哎，等咱们师傅吃完饭，就回来了。去一边去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我。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师傅不会出事儿吧？快！土匪们抢了山下的村子啊！多少人？有。走，看看去。大师兄，你赶紧回去把弟弟们召集起来，然后接应我们。好。哎，那我呢？快！你是人是鬼啊？我是人，也是鬼；我是佛，也是仙。我看你狗屁不是！小和尚，找死啊！山子，退后，让我来收拾他。老大，我先来。去。斩！呀！这小子厉害的聪明劲儿倒有几分像我，要是再有几分邪气就好了。我才不像你呢！小东西，你是谁家下的蛋？老大，老大，滚开！哎呀，丢人！丢人！嗨！你是什么人呐？你又是什么人？我在这里横行了1000年了，你呢？我只听说过1000年的王八，没听说过1000年的土匪。那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知道1000年的老妖子了吧？和尚，你这也算武功啊？依我看，还是回到你的寺院阿弥陀佛去吧。啊！妖怪，不许糟蹋我的武功！师兄，别让他跑了，他就是那个没心智。追！不准欺负我三师兄！
又是你这个小东西！我看你还是给我做徒弟吧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，就不要再念阿弥陀佛了。呸！老妖怪，休想！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吧！老大，快走！和尚们追来了，在那儿。今天我就先放过你一马，好好想想。走。这样，二师弟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好，走。混蛋！你们都给我出来！大义兄弟，阿弥陀佛。快说，土匪呢？土匪跑哪儿去了？他们把全村的人都带走了，除了死的都带走了，说是要大家去拿钱赎，不拿钱去赎，全杀掉。师傅，咱们怎么办？怎么了？怎么从这儿冲出去啊？我们干嘛要冲出去？我们不是正好在这里等我们要等的人吗？哦，可是咱们被囚禁在这里，寺院的师兄弟们又不知道，怎么才能将这帮坏人伏法呢？我没脸见师傅，我就是拼上一死，也要挽回少林寺的面子。我也去。回来！连个土匪都没打过，给人家戏弄了，我给少林寺丢脸。我也是。你们两个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才受伤的，不丢脸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师傅会不会让土匪给绑架了？不可能，方丈功夫那么好，几个小土匪算什么？去一边去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这来，慧人，为师现在教你进攻的功夫。现在？对，反正我们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正好打发时间。来，你坐在那里，把眼睛闭上。你努力地在想着，在你的前方有一块千斤巨石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好像有块石头，哦，还挺重的。好，你用力地去推它。你是不是感觉你在推它的时候使不上力气？啊，对。不要用手推，提起一口气，用心去推。把气憋住，集中精神，用力的靠近他。我们分两路去找师傅。大师兄，你到汝阳县看师傅到没到县城，见没见左县令。我和慧努、慧空去找土匪，一方面寻找师傅的下落，另一方面想办法救出百姓。也许这土匪就是杀商人的凶手。哎，那我呢？去，你什么功夫也不会。那我可以边打边学吗？
你看我干什么？啊？我砸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狗怎么不咬别人，竟咬他呀？哎呦！师兄，快救救没兄弟吧！土匪们要乡亲们把银子埋在那边的树林里。那个石岩岗的土匪，外号叫老腰子，在土匪中排行老大。这个人无恶不作，杀人如麻。年初，我们的村子就是被他给烧的。他们终于出来了。走，跟上去。他们去哪儿了？怎么不见了？大家小心，看来匪窝就在附近。咱们分头去找吧。好，走，慧红。